上次介紹咗三角形嘅燈板，今次就介紹下六角形嘅燈板啦。Nanolith 六角形智能照明燈板同三角形智慧照明燈板嘅配置一樣，佢仲會執行邊界路由器嘅運作原理，即時控制由你嘅 FRAC 啟動嘅設備，完全無需額外嘅集線器。另一款就係 Nanolith Elements 木紋六角形智能燈板入門套裝，佢嘅木紋設計可以為空間帶來自然嘅氛圍，無論開燈定係關燈都會好靚。而且透過唔同動畫又可以設計出獨特嘅情景。兩款都係使用 Connect 技術兼容各種形狀，佢哋都係有超過1600萬種色彩，為任何場合建立適合嘅氣氛。獨家技術可根據你嘅燈板圖形啟用智慧色彩動畫，有可調節嘅冷暖白色設置理想嘅氛圍，晝夜節律照明功能讓你嘅家充滿柔和嘅照明。由內置音頻傳感器，將你喜歡嘅歌曲轉換為色彩同燈光嘅交響曲。兩款燈板都可以將每一塊燈板轉變為智能按鈕，可以同時控制你嘅任何及所有 HomeKit 產品。想知更多智能家居嘅嘢，就記得留意我哋下條片啦！